继续来看花莲台东的风雨是真大，已经有真侪所在溪水涨起来。伫花莲的秀林乡有一个富林人去顺光线，无细里玻璃卡入，不幸死亡。雨落袂离，台北线的关原路段佮会放山哦。南回公路的富南段有土石流，公路总局是赶紧甲南下的车道封起来进行抢修。另外，伫台东的富公渔港有2只渔船，和大影扫甲沉船，渔民的损失是真严重。 三泉水管线边仔的溪水涨起来。26日暗时，花莲秀林乡一个富林人去顺管线的时阵，煞无细里玻璃溪水，消防人员去救人，找到伊时阵已经无喘气，送医急救也是死亡。这是杜苏的风台第一件的死亡案件。风台带来真大的风雨。 台北线关原路段一直有石头落落来，路面上拢是大大细细石头，交通已经断去。咧南回公路富南段所在有溪水涨起来，夹着真侪土沙冲入去路桥，公路嘛受到影响。公路总局是赶紧甲南下车道动起来，还搁咧修理当中。另外，已经封路南横公路嘛有真侪所在放弃。 台东的沿海是引起一波又一波海涌，富公渔港是停真侪渔船，还阁有渔民透早去看的时阵，才发现家己的渔船无去啊。原来是敢若是海涌拍入去港区内底，2只渔船敢若是腰受大力，弄着损害，造成沉船。昨好好啊，今日就安尼。对，无奈啊。对啊，他们在是弄坏还是？ 尽量来帮他们跟县府啊，还有我们渔业署来争取，看是不是有一些天灾的一些补助。 台东的风真透，有真侪路段的路树是吹歪去，缀着电线，造成超过5000户停电。工作人员无用把这路树清理，台电人员佮赶紧来修理。这一次的事故大部分都是因为树木倒塌哈，卡在我们的线路上哈。那这一部分的抢修会比较快一点，只要我们把树木把它移除。 风台虽然无直接来台湾，按过外围环流也是带来真侪风雨，和华东地区出现不少的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